喺國小就開始接觸三腳踩踩戲，幾用那些資源會接觸到嘅咯。我記得當都好，因為龍潭國小想講係客家嘅重點發展區嘛，現在重點發展區，但係當年哦，就係只客家太總頭。而家連沙也掉落去講客。哦喲，全部客家人，全部客家人。不過盧卡唔是教，唔就會講。誒，肯定會就許多方言人用，大家就知道講愛講客人做得。因為冇講客當上呢，冇像嘅本狀人。故所講，話要求講聲音愛講客，我爸爸嗰當時講啊，冇講客哦，反而嘅收費啊，讓用錢哦，扣睇啦，我扣錢哦，嗰來呢，你係去食飯哦，你跟他說爸吃飯了，你都做事嘛，哦，他在做事情，爸吃飯了，就弄，阿爸食飯咯，哦，唔講方言伊都唔得唔，唔參嗌係錯，爸爸佢有客家意識。沒錯，嗰當時就要求講聲音愛講客，會講客。過小3年4個時間，我就以為嗰當時嘅音樂線上，用知名教書，用知名教書，教書基礎，讓我講啊，你馬上係行音，就去扮紅木馬上行音，我行音，馬上喜歡唱歌，我會唱歌，後來卡所小朋友全部搬去圖一個圖書館啊，圖書館佢嗰時清強下、粗強下，後來就講，你也開始我來選你客家民謠版，就開始來練唱客家歌，嗰當時嘅線上係利用某線上，教你來唱客家嘅童謠，還有許多農夫表演哦，結果後面呢，因為客家民謠版可能讓教書基礎渠道講，你做啲挑戰下，幫小朋友學到客家傳統嘅東西，所以就開始來接觸到三腳踩踩戲，嗰東西線上就搶到來比下線上，來教你三腳踩踩戲。所以接搶到天後級嘅。講咧，嗰當時講話傳統嘅東西，我要耐心去學，所以我要耐心哦，因為從30啷沙變20啷沙，到10啷沙，到5沙，到12啷沙。